那个山里的茶草调，咁一定就破坏生态咧。林务局新林林区管理处也讲，种树啊嘛爱采一寡茶甲草调来替换，民众若尽量使用台湾出产的茶，唔但会当保护到台湾的生态，也当顾到咱的产业。这一丛搁一丛的茶树，拢是珍贵的木材来源。台湾有超过60%的地皮拢是森林，使用在地国产茶设计制作的家具用品，若适应在地天时，其实嘛是对台湾森林生态保护的支持。对于林木的这一块产业，它必须要有其开发，但是大家对于林木这个印象，大家还是停留在30年前，也就是伐木就是在破坏生态的概念。其实时空背景的一个转换之下，这个观念我们需要去改变。在台湾，运用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木材，那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周遭，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体会到我们国产木材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元的生态功能之外，还有多元利用的一个这个方式。林务局提醒民众，国产木材辨识标章，就是台湾木材的身份证。国产木材减少化学药剂，防腐加工，使用起来通好更加安心。对于我们国产的所谓的森林经营产业上面的一个链接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在市场上面，如果要去购买相关的这个木材的林产品的话，要认明台湾木材标章。台湾也有能力自产自销我们自己的木材，所以森林被利用这件事情可以更健康，而且可以成为绿色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林务局即阵当喺新德市将军村举办国产木材展览，除了家具甲日用品，现场阁有即座细型的烘拿啊，民众会当举机啊来体验制茶到底有偌辛苦。记者赵君豪，新德报道。